請所有參賽嘅跑手咧，大家都可以準備咯喎。好，幾位嘅名槍嘉賓，不如我哋望向前方影張。今日參加咗建華集團2025年嘅慈善跑，真係好有意義啊！無論係帶住小朋友一齊跑嘅親子家庭，定係一個人堅持落嚟嘅跑者，大家都係為咗同一個目標出一分力，獻一分愛。3公里唔算遠，但每一步都走得好踏實，因為知道我哋跑嘅每一步都會變成實實在在嘅幫助，俾啲有需要嘅人帶去溫暖。好多謝建華集團搞咁有意義嘅活動，令公益唔再遙遠，普通人都可以輕鬆參與。作為房產嘅博主，我成日話家唔單止係間屋，仲係人與人之間嘅溫暖溫度。今日呢場跑更加令我哋信有愛嘅地方先至係真正嘅家園。下次有呢類活動一定要再嚟，亦要歡迎大家一齊參加，跑起身愛落去。